看国内消息，有真侪网红为着要赚流量呢，真正是呢有真侪步数。有一个女性坐台铁的时，爬起哩行李架啊顶，互其他人客看较硬气。伊是为了拍这个抖音的影片，抑过传到平台了后，互真侪网友骂甲变过，讲影响其他的人客。针对这点，台铁嘛表示讲，伊这个行为已经违法，倒伫行李架顶，依法上悬会使罚100万。一个老长头长的小姐穿白衫白裤，塞行李箱伫咧找台铁座位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帮我放上去吗？坐伫座位穿白衫的查甫人，顿地一个起来斗相共搬行李，毋过后一秒。小姐目睭挺啊真大蕊，竟然几个人怀疑倒伫咧行李的架顶，无到30秒影片抛上社群平台，扣网友骂甲无力，问讲安尼咁好耍，看就是真生气尔。傻眼啊！从小宣导一下，国小、国中都要宣导一下。可能列车急刹还是什么，可能他自己有危险。对这件代志，台铁讲小姐行为已经违反铁路法，相当会扣罚新台票100万。不只坐在位置上站起来，可能要担心行李架上会出现一个人之外，还有人拍抖音影片恶搞广播。列车长广播，列车长广播。穿白衫查甫人摕麦克被广播放送，不过伊根本不是列车长，佮讲真紧张，因为刷落来要开始唱歌咯。规台火车传出奇怪歌声，乘客拢听甲雾扫扫。列车长话紧阻挡这个查甫人行为，伊嘛紧将影片摕掉。不过为了翕影片，这激控的行为已经犯法，就算影片摕掉，恐惊歹面对调查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